哪里有彩虹告诉我，能不能把我的愿慢慢给我？为什么天这么安静？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？习惯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这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还是溃疡。沒有你。我咪應該有錄緊嘢。嚟先，得啦，係，好影啊！你試下。快啲啦！1、2，喂！邊個啊？邊個？思偉，1、2、3。OK， 嚟多1 more 啊！做啲其他搞笑動作咧。哇，掂啊！唱首歌聽下先。嚟啊！哇！哇！老幾做咩？老幾？哇！快啲！你睇下呢兩個女仔做咩呢？向世界出發之向宇宙出發。好自然啊！呢張好好啊！嚟先。有兩位女子離開咗佢家鄉都有10幾年啦，而家今次翻到佢嘅家鄉啦。阻住晒啦你！好對尾事。好得意啊！冇玩啦。近鏡。1、2、3。做啲咩㗎要？快啲！喂，攞上啦！要有揮出嚟啊！喂，落啦就嚟。我會跌㗎喎。咩？快洗腳啊！